好，意见，了迄你发给某的，错吗？什么？错个嘛？你发给某的是你画的家吗？是。嘿，嘿。嘿，好，那台门进来，台门大门在哪里？台门。哦，所以台门伫俩。伫俩。哦，俩片俩迄嘛哪位？神间。哦，洗神间。啊，俩呢？洗神间。哇，两片都会洗神间哦。一个是可以那个用冲这样子，一个是用泡澡的。哦，啊，俩片迄二楼迄嘛？这是一个床。哦，二楼嘛，这是2楼吗？是。唔系哦。是。嘿，好，上来以后，俩迄嘛？你说这是什么？面床。面床。哦，啊，俩呢？柜子。开的。开的。哦，迄厝的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厨子，是不是？哦，厝的。哦，啊，搁上来呢？哦，给球哦。哦，俩迄玩具间，所以就是游戏间咯。嘿嘛。嘿。哦，嘿吼，好，搁上来呢？俩片呢？这边呢？俩迄嘛个？俩迄左下，啊，俩片呢？吃饭间。吃饭间，那最上来呢？这边呢？要斜斜的吗？房间。间肚。间肚。啊，俩呢？嘛迄间肚哦，嘛迄间房。那你的躺下有冇？你有躺下冇？躺下是。躺下。没。你没法躺下哦。哇，你要不要找找看你的躺下会在哪里？哦，你不想要躺下是不是？因为他们不看电视。哦，冇爱看电视。手机和娃娃和书和花瓶和消毒的和笔和那个。佢都会教书。哦，所以你意思是讲，做得间房出来，了脑袋具有了一只厝的伫都有人工的啊、书记的啊，看书总嘛该拄迄啲两片，系嘛？系嘛？哦，好，懂赞哦，懂好。